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2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胡适走势可以说让散户又是提心吊胆的一天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下跌，截至收盘，沪指跌0.51%，深成指跌0.91%，创业板指数跌1%，北证50指数跌2.74%。要说跌幅好像都不大，但是在这个位置上这种走势感觉是阴云密布黑云压城城欲摧下跌个股超过3200只，就是大部分都在下跌。最主要的是两市成交额只有1.44万亿已经到了1.5万亿以内，这种缩量下跌内资主力资金净卖出360亿怎么看怎么像是变盘呢的前奏。所以广大金融消费者要准备迎接暴风雨3400点以上连续4个交易日这种震荡不像是蓄力往上进攻，往上没有前途就是往上没有足够的动力和信心虽然有很多散户意愿上是希望这个指数再往上涨一涨，再涨一涨或许它就解套了，但是迎接它的恐怕是暴风雨怎么看怎么像是缩量见顶，而且是阶段性见顶总之风险是越来越大。它有几个主要特征首先一个，这一波这个胡适你不能不说是港股带起来的，尤其是恒生科技指数。但是今天恒生指数跌2.23%，恒生科技股指数跌3.39%，科技股、地产股、内资险股全面走低，感觉这个炒这个港股科技股的这些资金在退潮从这个胡适盘面看，也是资金退潮的一个现象。也就是你看交易额到了1.44万亿，越往上越没有底气，参与的人越少很多这个老股民恐怕都已经是脚底抹油溜了。另外这个外资机构又开始发出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这个美银警告2015年中国股市调整很快将重演。彭博社报道说，美银证券警告中国股市或很快面临显著回调。美银证券策略师警告称，中国股市的反弹很可能面临一次较为显著的回调，原因是当前市场与2015年股市大涨后的崩盘周期存在相似之处。彭博社星期三就是3月19号报道称，以吴仪为首的美银证券策略师团队在星期一，也就是3月17号的报告中指出，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和民盛中国指数自1月中旬低点以来均已上涨至少30%，涨幅与2015年市场暴跌前的走势相似他这个说的是恒生指数这个外资机构如果他不特指的话，他经常说的是恒生指数说不是咱们胡适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报告称当前周期与10年前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包括经济再平衡和政策周期。尽管如此，多重扩张驱动的反弹可能已经很脆弱。2015年5月，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达到高点后大幅下跌，至2016年2月累计跌幅近50%，至今仍未恢复至当时水平。中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深度求索的技术进步，以及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心，近期推高了市场对中国股市的乐观情绪。美银证券上述谨慎立场显得尤为突出。策略师们在报告中提到，在对上海投资者调研后发现，中国大陆的长线投资者变得越发谨慎，他们担心就业市场通缩以及信贷需求未见改善，同时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被市场忽视。此外，一些投资者还认为部分科技领域已出现泡沫迹象，也就是咱们胡适的投资者他是上海投资者吗？有很多人认为这个就业市场不好这恐怕大家都深有体会通缩这个恐怕大家也很担忧信贷需求未见改善，然后最关键是科技领域已出现泡沫迹象，这也正是咱们天天担忧的。
据澎湃新闻消息 ，A 股市场星期三延续了调整态势，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啊。这个昨天咱们说过了啊，成交额1.47万亿人民币。这个美银证券啊，也就是现在发出预警，接下来中国股市啊，它指的是恒生指数啊，恐怕要很快重演2015年那一幕下调50%啊。如果恒生科技股暴跌，对咱们股市影响可想而知啊。这个叫思睿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洪浩，他也说啊，他说大家都在热衷于炒故事的阶段，开始看报表的时候，就真正的回归理性了。这个经济学家洪浩啊指出，炒作都是需要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被证伪之前，大家还是愿意去追捧它。在这样的市场里，什么时候大家开始看报表，什么时候它就真正的回归理性了。但是现在大家都是在讲故事，比如说 AI 一介入就怎么样，但实际上 AI 一介入也没有赚钱，就这么简单。但并不是说你接入了 AI 你就赚钱了，相反，如果你接入 AI 导致人工的淘汰，反而在短时间内会是产生失业，它并不能够给你带来特别明显的经济效益。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有两面性，现在大家都在热衷于炒故事的阶段。作为一个投资者而不是投机者，我会比较冷静的看待这些问题。你看啊，这个洪浩啊，我记得昨天咱们还在这个胡适节目里面啊，在房地产节目里面还插了他的视频，他讲的消费萎缩啊，他对炒作这个科技股，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泡沫就是冷眼旁观。等到这些人啊都什么时候开始关心收入、关心报表的时候，这个故事啊就结束了，就是你买单的时候。因为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个炒作啊，这个始作俑者，这个无论是 DeepSeek 还是杭州六小龙，他自己都没有上市的，这些领军的都并不是资本市场的，资本市场却出来那么多 AI 人工智能，你说这不就是讲故事吗？对吧？这些核心这些龙头真正的领军的，我们假设的是啊，那人家还没有在资本市场，那些跟这些沾边的，对吧？花钱包月啊，买了人家一个接口的 API 的，股价都炒上天了，这不是炒作是什么呢？对吧？有一个放高利贷的一个科技企业啊，什么火他搞什么，这关于人工智能他都吃了好几轮了，都炒了好几轮，所以这哪是什么科技繁荣啊？至少在资本市场啊，它纯粹就是个炒作的一个故事。你如果当真，你入戏了，你就输了，你就成了山顶资本啊！如果你有幸啊吃到一口，占点便宜，赶紧跑吧，赚多少都是赚呢，不赚最后一个铜板。我们看看啊，这个最近啊，好像人民网发表一个评论呢，叫持续增强中国市场的磁吸力。他说近期啊，两则关于外资的消息引人关注，一则是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在上海自贸区临港片区正式投产，这座占地相当于30个标准足球场的超级工厂，从拿地到投产仅历时9个月，再次见证中国效率。确实啊，马斯克是对此啊赞不绝口啊，你看他到哪儿去都没有这样的效率。另一则是首批13家外资企业获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截至2025年2月底，我国已有超过2400家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较2024年同期增长30%。项目落地，试点获批，彰显我国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也折射稳外资取得的积极成效。截至2024年底，外商累计在华投资设立的企业超过123.9万家，实际使用外资20.6万亿元。外资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在华外资企业贡献了近7%的就业，1/7的税收，约1/3的进口，1/2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外资也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生力军。外商在华投资已覆盖20个行业门类，115个行业大类，在制造业领域有31个大类和548个小类都有外商投资积极吸引外资，对内有助于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对外有利于以开放促合作促共赢，通过共享发展机遇为世界赋能。也要看到这2年我国吸引外资面临不少挑战，一方面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复苏缓慢，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另一方面我国产业加快转型升级，跨国公司也随之调整布局，吸引外资规模和结构进入调整期。我倒是觉得还有一方面啊，就是类似夹头这样的人，对吧？这2年前大家还记得吧？不都是要把外资赶走吗？那个张维为不还说了吗？外资早就该走了，对吧？外资走了对我们更有好处，这是维维老师说的。2年前是不是喊着要把外资赶走？
我记得那个上海那个汽车展，宝马展台啊，就因为没给人家2个免费的冰淇淋，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巨浪。怎么现在好像风向又变了呢？让这些正能量咋活呢？现在又开始强调外资的重要性了。那小粉小红不都是捋胳膊转袖子的要把外资赶走吗？外资赶走了，我们国产品牌就能取而代之啊。这个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说啊，稳外资贵在主动，重在落实。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稳外贸、稳外资，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外资企业更好发展。中国早已成为最佳投资目的地的代名词，更好落实各项稳外资举措，中国市场对外资的磁吸力将会更强。这是关于外资啊，这也算是拨乱反正吧。就为什么要这样反反复复的呢？明明知道外资很重要，一会儿要放狗咬人呢，这是不是一种精神错乱的一种表象？你比如说最近啊，对吧？对一个李超人呢，卖港口，一群正能量啊，又是喊打喊杀，你看给人家一个简单的一个市场行为、商业行为，非要上纲上线，对吧？上升了一个国家危机、民族存亡的这么一个高度，再一次放狗咬人，这都是一种错乱的表现呢。你这个民粹主义，对吧？民族主义高涨，外资他也不敢来啊，谁知道你下一步要不要关门打狗啊，放狗咬人？没有一个正常的舆论环境啊。说到这儿，咱们也得聊一聊这胡一静老师啊，对吧？胡一静老师对李超人卖港口也是毫不犹豫的啊，冲上去撕咬，对着这个李超人进行狂吠啊。事情没那么简单啊，绝不是简简单单的商业贸易。最近啊，那个非洲的尼日尔政府啊，突然对咱们的中资企业下手。我们看胡一静怎么说的啊？他说，据外电报道，尼日尔军政府驱逐了3位中石油高管，要求他们48小时内离境。同日，尼日尔旅游部以歧视性经营为由，吊销了中资阳光国际酒店的营业执照。该酒店主要接待中石油等公司的员工，目前尚未了解这个清晰的情况。有中国学者分析，事情的根源是尼日尔军政府希望中石油继续在财政上帮助军政府，他们实质上是在进行勒索，且手法激进恶劣。尼日尔军政府是2023年7月政变上台的。说，据报道，中石油去年曾以预付款的方式向军政府提供贷款，但军政府目前无力偿还。尼方指控在中资企业中，中方人员薪酬是尼方人员的数倍，要求各种公平。这一事件是大国在不稳定地区投资面临高风险的又一突出事例，它为我们再次敲响了投资风险的警钟。胡锡进说啊，这在舆论场引起不小震动，很多人担心大国去非洲动荡地区投资会打水漂，中国资产成了当地势力予取予夺的肥肉，因而主张大国撤资。另外，要动用国家力量教训当地的勒索势力，以彰国威。老胡也很气愤，但凭我多年在世界各地采访的经验，我的直觉是尼日尔这件事更像是利益之争，最终通过协商方式加以解决的可能性很大。老胡注意到这件事，尼军政府没有针对中方人员搞人身伤害的意思，非当地武装分子突袭中石油设施、打砸抢、烧，甚至草菅人命的那种情形。这次事件中，当地军政府手段蛮横，但他试图引用当地的司法理由和道义辩词，指控中石油等公司内部对中国和当地员工给予相差数倍的不同工资，酒店也只接待中国人，属于歧视。也就是说，他们试图制造这件事是在司法范围内解决的印象，让人觉得他们赶走风电都是合法的，以此向中石油等公司施压，目的是要中石油多给当地贡献银两。据最新报道啊，说尼日尔石油部长等3名部长19日共同举行新闻发布会，强调尼政府目的是同中石油全面评估调整合作，并非要终止尼日尔同中石油的技术合作，也不会取消同中石油的合同。还说合作中出现分歧在所难免，双方应互商互谅，尼政府愿通过对话与沟通解决问题。事情最终如何了结，老胡不得而知，但我认为要把解决问题的权利交给中石油自己啊，大国社会的态度应该是坚决支持中石油，
体谅他们在遥远的地方打拼的难处，不指挥要求他们具体如何做，要相信这家在世界各地大国利益前沿周旋的开拓和守护者有各种力量与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他们能够处理得好这件事件。你说这个胡锡进啊，这个丑恶的嘴脸呢，昨天还在批评李超人，今天就呼吁大家啊，要体谅中石油啊，不容易，体谅他们在遥远的地区打拼的难处。昨天胡锡进老师叉着腰，对吧，在指责李超人卖43港口的时候，怎么就不体谅他的难处了呢？要他跟美国对着干啊，挺起胸膛，不要怕，美国有什么好怕的？尼日尔才可怕，虽然他小，他流氓啊，不要看他小啊，他很可怕。美国不要看他大，他不可怕。所以你李超人呢，你跟美国对着干啊，这中石油你就不要跟尼日尔对着干了。你呀随便，我们都体谅你，你想怎么干怎么干。你看这个丑恶的嘴脸，美国人有什么好怕的？尼日尔才可怕。胡锡进老师抓住的就是这一点，所以跟美国要挺起胸膛对着干，跟尼日尔呢那得小心一点啊。36计走为上。你看胡锡进老师后面还有啊进一步论述啊，他说我们要有一个共同认知，即所有大国在外打拼的公司，无论国有还是民营的，尤其是长期在一个地方生根的，肯定都是盈利的。在越动荡地区，真正站住脚的大国公司一定获得了越大的收益。他们经历并驾驭风险是获得收益的条件和付出。你看看，到了李超人呢，经营这43个港口，胡锡进老师不知道有没有把它算在他说的这个范围之内啊。然后胡锡进老师他自作聪明啊，他说啊，中石油2003年进入尼日尔，已经在那里经历20多年，这当中经历了尼日尔政权的2次更迭和恐怖主义造成的动荡等，但维持住了在那个西非国家的存在和发展，一定是赢得了利益，而这些利益转化成了对大国经济发展的支持。这个胡锡进老师不需要这个什么证据支撑的啊，也不需要什么数据的，他就说一定是得到利益了啊。那李超人经营那43个港口，即便得到利益也没有转化成啊对大国经济的发展的支持，所以要区别对待。你看啊，他就这么双标。这最后啊，胡锡进老师还说还有一个大问题是，当外界出现针对中资企业粗暴行为时，舆论场经常会出现使用国家力量揍他们一顿的呼声。这个好像这李超人这个卖港口，按照胡锡进的说法啊，那是特朗普和卢比奥逼的。那好像网上也没看见说咱要把航母开过去是揍美国一顿呢，没听说这个虽远必诛吧？好像网上我反正没看见啊，说号召咱把美帝给揍一顿，反而是让李超人你给我顶住，不能怂。一个央企面对对吧尼日尔这样的政权是可以见机行事，可以怂的，但是一个民企啊面对这个日益腐朽没落的美帝啊，就没有必要那么怂了，就应该硬气一把。这就是胡锡进老师的啊潜台词，这是胡锡进老师的这个根本逻辑啊。这个胡锡进老师他还分析了尼日尔背后，他说就尼日尔这个国家来说啊，虽然在过去20多年来发生过2次政府更迭，但该国在政治上对大国的友好态度一直得到延续，而且可以这么说，在非洲就不存在与大国外交翻脸的氛围，也就是咱们的朋友啊遍布亚非拉，都是朋友。那都是朋友，为什么这次把咱们啊中石油高管也赶走呢？他说哪个国家的政府那样做都是高风险且不可延续的。就胡锡进老师没说理由啊，他只是说这个，他这给的就是结论，就是你非洲哪个国家这么做啊，你小心，对吧？你干不长久啊。然后胡锡进老师把尼日尔这次啊对中石油下手，还是定性为想弄2个钱花一花。胡锡进老师就忘了啊，这背后有他额爹的影子，他故意把这忽略了。这个尼日尔，我记得2023年咱们介绍过，尼日尔这个西非啊这地方还是那个什么布加索啊什么的，反正那一块啊，以前是法属殖民地啊，就是背后是法国人。所以胡锡进老师说，这20年来啊，我们在那赚钱。那为什么现在后面主人换了啊，后面操纵人换了？法国人呢，不是被那个尼日尔不是发动这个军事政变吗？法国人被赶走了吗？支持尼日尔军事政变的是谁啊？是俄罗斯的瓦格纳，对吧？瓦格纳在西非那个雇佣兵呢，对吧？他们指使的，也就是尼日尔这些国家已经被俄罗斯控制了。俄罗斯通过给他们免费的粮食啊，不是送他们多少万吨粮食吗？那地方已经控制了。简单点说，那地方就是俄爹的地盘，俄爹说话好使。怎么这时候好大儿在那受到欺负，俄爹不出来说出话呢？胡锦老师他是选择性的失忆啊，他不是忘了，他恬不知耻说啊，我们在那20多年都是赚钱的，也就这2年不赚钱。他不说一说为什么这2年不赚钱，或者为什么这2年遭遇刁难？假设啊，这个法国人还没走，那胡锦老师一定跳出来，第一个针对背后的啊指使美西方啊，就是他们指使啊，想把我们赶走啊。
现在不能这么说了，总不能说俄爹要把咱们赶走吧，所以他就选择性遗忘啊，他就忘了，看不见啊，那都是尼日尔那些军政府啊，目光短浅啊，就想敲诈高2个钱花花，怎么突然他就要敲竹杠呢？也就是你在那签了20多年的合同，本来应该持续在那经营的，该交税交税，该给人贿赂就完了，这个大家都懂，在非洲啊，尼日尔就是那种地方，问题人家为什么要你走？实际上是俄爹现在缓过来了。按照胡锡进老师的说法，俄爹有盼头了，俄爹熬出来了吗？这不是胡锡进说的吗？俄爹一熬出来，第一个要干的事情，那自然是说从我这儿拿走的都要给我还回来，要加倍还回来。所以俄爹要在这个尼日尔要那石油开采权呢，你得交出来啊，有你什么事啊？你要想干也行，对吧？那你干的钱啊，你得拿一份孝敬俄爹，那也可以，省得俄爹自己干，挺累的，对吧？每年拿30%免费给俄爹。我这举个例子啊，那俄爹同意，在40%给当地政府，尼日尔军政府啊，对吧？剩下30%你干苦活了，你拿着吧。这就很显然是俄爹要把你从那个赶走。特朗普和普京两人早就联手了，对吧？美国人是在刚果金下手，刚果金是钴矿，那里大量的中资企业，那刚果金钴要涨价，而且美国已经进去了，对吧？也就是美俄联手。这个胡锡进老师看不见啊，他只看得见美帝，然后一再拍胸脯保证俄爹是不会背叛咱的。所以通过这个就可以看出啊，胡锡进老师啊，他这个水准和他这个立场和他这个嘴脸，在中石油和这个李超人之间，你看他是什么一个表态？在俄爹和美帝之间，胡锡进老师这么卖力啊，无非就是想证明，对吧？他每个月2万块啊，退休金那可不是白拿的，那都是做了贡献的，那是发挥了余热。这胡锡进老师还一再担保啊，说尼日尔军政府啊，他可不是啊针对咱们人身伤害，那可不是吗？人家也没有说要，人家求财，让你把那个经营权、开采权交出来，你自动滚吧。美帝所到之处啊，中资还能存活，最次啊，中资还能体面的撤出，还能大赚一笔走人。但是俄爹所到之处啊，对不起，强行驱离。但是即便这样，在胡锡进的眼里啊，在这些头部黄俄眼里，那俄爹还是好的，咱还要支持俄爹啊。想一想就这么回事啊。那个尼日尔就是俄爹控制地盘嘛，那就对你就是驱离，对吧？然后勒索巴拿马运河，对吧？还有23个国家港口，那这大概都是在美帝的这个势力范围之内的，人家允许你，对吧？高价卖出，大赚特赚，哎，这个成了犯罪。所以这个是非不分啊，黑白颠倒，那就是胡锡进老师这种人的一个看家本领了，一个基本的吃饭技能。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